晚上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咪呀， ？Amy 啊，你今年几岁了七岁， ？7岁了。那你吃饭了吗？吃晚餐了吗？吃，你吃什么呢？我吃，你喜欢吃蛋糕吗？你喜欢吃苹果吗？可乐呢？那你妈妈呢？妈妈她在家嘛，她拿衣服给咪嘛。你爸爸呢？你爸爸他在哪儿？是不是在中国？是。你有姐姐吗？有。啊，你有弟弟吗？有。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12起床。12点，每天12点。มันโมเมนต์ตอนเช้าแล้วนะ你起得太晚了。那你喜欢玩手机吗？玩游戏？喜欢吗？你每天晚上几点洗澡？几点洗澡10点洗澡。你去过爱迪吗？去过吗？没有去过。没有去过，那你去过塔หลวง吗？凯旋门呢？ประตูไซอนุสาวรีย์不เคยไป那你会游泳吗？不会游泳。不会。